香港擁有美麗嘅維港，璀璨夜景聞名世界。民建聯港島4個支部同埋九龍城支部分別喺2007同埋2008年向政府建議喺香港島嘅西環至小西灣同埋九龍半島嘅啟德至尖沙咀打造國際級嘅海濱長廊，為市民同埋遊客提供一個可以飽覽整個維港景色嘅優質休憩空間。10幾年嚟，民建聯不斷收集市民意見，優化計劃。喺堅持努力之下，港島北岸嘅全民海濱擁抱維港計劃已逐步落實，部分臨海地段已經逐步貫通。北角東岸板道西段喺今年1月正式對外開放。至於九龍嘅九龍新海濱計劃，政府亦都接納民建聯嘅意見，修訂保護海港條例，加快規劃連接工程，並透過增設行人棧道等，改善紅磡同土瓜灣附近海濱長廊嘅連貫性同暢達性。政府同時公布紅磡海濱發展計劃，優先開放現有海濱用地，俾市民早日享受維港景觀。未來民建聯將持續推動實現建設海濱嘅願景，廣納居民與專業意見，共同塑造優質嘅海濱休閒公共空間。